带你们感受一下生活在内蒙古牧区的早上是种什么体验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快，把门关上！这大清早的把门打开干啥呀？真冷。我这逃灰呢嘛，我不开门咋整呛的？你快起吧，大清早几点了？我起，你赶紧把门关上！你这对我的惩罚太狠了，好冷啊！赶紧穿吧啊，别慌着。好。哎，快，把这门关上！冻死了！你说你大早上开门干啥？你是不是故意开门就想让我起床呢？要不你还不起呢？啊，给我冻醒呗！热奶干啥呢？是不是喂羊羔子呀？喂了2个羊羔子，顺便把那大羊草填填。你跟我一块儿去啊？哦，那我明白了，那就整是故意开门，就想让我冻醒，跟你干活去。那可不，心机太深啊！走吧。魏霞，嗯。go，来，高，过来，go。过来。好了。去。这羊把草造的。以后别给它填那么多，填那么多它也吃不了，都给浪费了。吃不饱吧？掉膘，香龙。哎，好了。鸡呢？喂鸡吧。哎，可得好好喂俩鸡，喂得胖乎乎的，要不吃不好吃。喂点玉米啊。就这吃。你要吃？来。哎呀，你回去吧，跟着我干啥？你干嘛呀？别跟着我了，回去吧。那这个羊，它还要跟你进家呢，看这样子。找我干啥？来，天冷了，你待会儿，一会儿出去啊。早上煮点羊龙骨吃。行呀，煮点羊龙骨可好，但是当着他面说煮羊龙骨，把你龙骨煮了行不行？弄个啥？煮吧，媳妇儿。那我去拿去。啊。就这些了，我感觉够咱俩吃一顿的啊。啊，够了，我都把煤给你架好了，就等你的肉了。有事啊。快放上。媳妇儿早上别忘了熬个奶茶喝啊。那能忘了？要不早上喝啥呀？哎呀，挺爱瞎操心的你。好了，那煮着吧，我洗洗头。你这头发是该洗洗了，媳妇儿。你看看你这洗发水，哎呀，黑的。哥们，你没话了，我那染发掉的颜色。哦，我以为是你头发脏了呢。那还行。开盐水舀好了。少放点嚼口，黄油。
这羊龙骨也好了，吃饭吧这回。啊，满家都是香味儿。尝尝味儿咋样吧？你煮手把肉的手艺那还用说吗？个领个好。先给这碗里泡点这奶豆腐，还有奶皮子，完美嘛，这不就？哎呀，尝尝这，哎，这有个羊尾巴吧？这是啊？嗯，羊尾尖。来个羊尾尖吧。嗯，别说时间长不吃这羊肉，吃一次啊，感觉真过瘾，真香啊！咸淡真好，咸淡真好，再来口。嗯，好吃啊。再来一块这个羊眼骨吧，吃这羊肉就想吃肥的，看着肥嘟嘟的，来一口。嗯，太香了。嗯，哎，看看奶豆腐泡咋样了？行，可以软和了。嗯，来点奶皮子。